这场以《鬼灭之刃》《名侦探柯南》等超人气漫画为主题展览，为了还原动漫主角出现的场景，入门口的真有气氛。用来经打造13个经典的翕相景点，未来满足所有民众会当免费来这打卡，甚至会当装扮成动漫的主角，留下纪念。可以搭配这些衣服拍照，就是有在那个真实感。对对对，还蛮不错的。对啊。你选购想买是商品比较吸引你的？鬼灭之刃，今天就是为了鬼灭之刃来的。相关的商品都很吸引你，对不对？对，基本上是。百货为了吸引所有动漫迷，展出期间的拜六礼拜，也有各式破案的装扮加舞蹈表演，要加所有粉丝同乐。第一天开幕就吸引一民众眼光。另外，若要留下纪念相关的周边商品，伫遮拢有，同时嘛有独家限量的新品，千万唔通错过。就我本身就会喜欢这些东西，对哪一些商品跟我们讲一下？商品嘛，就一些滑鼠垫之类的，然后等一下可能会去买抱枕。对。那你看到这边都觉得很吸引你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这一场翻转动漫季最大的特色就是场内总共有13个造景区，那有大家最耳熟能详的《鬼灭之刃》以外呢，还有从零开始的异世界跟转生史莱姆。那现场呢，我们还有贩售7套的680元的福袋，以及全新只有在台南这边现场才有的《鬼灭之刃》的安全帽跟转生史莱姆的帆布鞋。那欢迎大家呢，即日起一直到4月19号来到台南星光三月中山店13楼翻转动漫季。该展览直到4月19号，邀请民众把时间小少免费入场参观。台南新闻管及林英庚采访报道。